而我哋亦都唔排除呢啲發泡膠係導致今次火警迅速蔓延嘅原因，而警方係鎖定咗工程公司呢3名嘅負責人涉嫌誤殺。根據消防處喺進行滅火同埋搜救嘅過程之中呢，係發現建築物喺嘅外牆係有一啲安裝咗嘅保護網啦、保護膜啦、防水帆布、塑膠布，係懷疑咧係未符合呢個防火嘅標準嘅。咁而我哋警方喺現場進行調查，發現一棟係未波及嘅大廈，喺裏面每一層嘅電梯大堂嘅窗出邊呢，係發現有啲發泡膠嘅包封嘅。而我哋亦都唔排除呢啲發泡膠係導致今次火警迅速蔓延嘅原因。而經警方嘅初步調查，我哋喺窗內發現呢啲發泡膠係由一間建築工程公司喺呢個大廈係進行呢個維修工程嘅安裝嘅。而我哋警方有理由相信有關工程公司嘅負責人嚴重疏忽，引致到今次嘅意外，亦都引致呢個火勢呢係迅速蔓延，一發不可收拾，導致一個重大嘅傷亡。而警方係鎖定咗工程公司呢3名嘅負責人，佢哋分別係呢個工程公司嘅2名董事、1名工程嘅顧問。而喺較早前大概凌晨2點，我哋分別喺大埔、牛頭角、新蒲崗拘捕咗3名本地嘅男子，涉嫌誤殺，而年齡係介乎52至到68歲嘅。而佢哋係仍然係被警方扣留進行調查。